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2021台中文创设计联合展览会，小连续11天，伫台中车头的巨大厅来举行。今年是以疫情后的生活为主题，来探讨着疫情对生活带来的转变。 伫台中车站巨大厅，会使听到东港五重奏的音乐。为2021年台中文创设计联合展来做开场。我们的文创，那在你喜欢的一个地点当中，各局处的代表伫台中的地图展出这摆文创特色的标志。今年以疫后生活做主题，来检讨疫情对生活带来啥物无同款的转变。分为山海屯城，那。 就新城呢，我们还分了新城哦，所以把整个台中市的创意 DNA， 我们都带到这次的展览当中。这摆展览大厅分组山海屯旧城和新城5个主题，来呈现台中文创的成果。17个局处嘛，透过各项辅导和推荐计划，来呈现今年以来替台中增加的文化特色。 跟我们这个主题的就是一起平安，跟以后生活大，以后未来想要过什么日子，我们也做了一些大家的一些设计。文化局指出，活动选题旧城区的台中火车头有特殊的意义，希望透过各种的文创小物来展现疫情后生活的生命力。